佛山灵宝塔祭祖大殿经过那个立冠道大佛堂那旁边，那大佛堂的宝光建德单位建造的，在那个佛山观音岩的旁边。佛山观音岩供奉观世音菩萨南来古后。然后这个先天佛堂一贯道大道场，保姆圣殿然后你看后面的灵宝塔春季的祭祖大典，今天礼拜六，明天才是正式祭祖大典的日子所以今天提早来了，还是有很多人车呢。对啊，不要超过50，趁着那个天气热接近中午了阳气旺的时候，赶快来祭拜祖先。这明天礼拜天正式祭祖的日子，很多人很多车你看这停车场下面那边的停车场还可以停2-3千部轿车大卡车、大游览车。今天礼拜六提早来祭拜祖先，也是有很多人我看到停很多车，停车停在这边，然后坐接驳车上去。对老人来讲很有帮助你看先天大佛堂保姆圣殿旁边，宝光建德道场在九灵佛山你看还有敬老专车、接驳车，从这边再到后面灵宝塔今天礼拜六就有很多人，也有很多人来祭拜祖先了。明天才是正式的祭祖的日子。刚刚来看到很多都还停很多车。你看现在车还很多呢。刚刚拍的那个是玉皇殿跟那个观音宝殿呢，还以为是那个一贯道的大道场保姆圣殿。保姆圣殿是右边这个，保姆圣殿是现在镜头正前方这个，这才是保姆圣殿。你看有那个九龙壁。高雄高雄六龟神威天台山天台圣宫，神威天台山宝光建德单位大道场，神威天台山。